好，上到嚟呢個1A 座嘅22樓 C 室，實用面積527尺，咁可以望到咧門口呢度右手邊已經咧配備咗塊全新鏡啦，跟住左手邊咧就會有一個鞋櫃嘅位置嘅，就喺翻呢邊。咁呢一個527尺嘅單位咧係一個緊廚嘅單位嚟嘅。我哋首先望咗下飯廳位置先。咁呢個客飯廳咧就呈現長方形嘅設計啦。之後我哋望下個景觀先，落地玻璃窗望翻出去咧係屋苑個內園泳池景，咁都非常之開揚嘅，因為遠望咧就會望到山景啦，之後就會望到個屋苑成個綠化嘅位置嘅。好啦，再望下個廚房位，廚房位出邊呢個位咧仲會有一個對流窗嘅，之後咧就係一個緊廚嘅位置。咁就 L 型嘅工作台面啦，配備翻係 Billa 嘅爐具啦，西門子嘅蒸焗爐同埋抽油煙機，之後雪櫃會擺翻喺呢邊嘅。好啦，再望下兩間睡房先，呢度咧就係會有客房個位置。咁兩間睡房咧同埋個廳咧都係廳房同向嘅，咁所以都係望翻同一個景觀。之後咧我哋望下浴室。咁浴室本身交樓標準啦，有個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之後咧洗衣機會擺翻喺呢邊嘅，呢一個會有個燙衫板，之後就會有一個晾衫嘅位置嘅，就會喺翻呢一度拉翻出嚟。咁就浴室寶啊嗰啲啦，之後就主人房位置。好啦，主人房就會有一個工作露台嘅位嘅，咁望嘅景觀咧都係屋苑嘅內園景。之後咧可以見到呢個就會呈現方形嘅設計啦。咁就三邊落床係可以嘅，但係正常我哋啲客可能就會泊翻喺呢一邊嘅位置，就會相對呢度就會可以擺個高身嘅到頂衣櫃。咁呢一間咧就會係喺1A 座嘅22樓 C 室，實用面積527尺。咁22樓咧其實望出去已經好開揚㗎啦。